準備好啦，黃旗舉起，隨時起步。好，你一開閘嘅時候，大家都平排約出啦。快閘嘅馬來南位置金將啦，數中間發現晏晝威武年代，中間紫色衫咧仲有肥仔精神，外面紫色衫紫色佬龍城強將啊。最出咧仲有隻貓山王啊，埋面攝埋上去啊。灰色衫色河勇士啦，外面橙衫仲有準輝王啊，後多橙馬啦。淺藍衫橙帽係嘉應巨星啊，內欄黃衫第一 A 有開心宇宙啊，後面4隻新力嬌農民邊影風神啊，暫時練立係富貴區嚟㗎。轉香港體育海軍灣啊，放咗出嚟跑嘅話係威武年代啊，紫荊歡呼第2位啊，第3位嘅話內欄有星河勇士，中間橙衫準輝王啊，外面位置就龍城強將啊，後多橙馬啦。內欄大約跟住第6位有金將啦，出邊肥仔精神啦，中間藍衫橙帽係嘉應巨星啊，後啲嘅馬匹啦有新力嬌啦，內欄黃衫開心宇宙啊，後啲嘅馬農民邊影富貴區風神啊，外邊係貓山王嚟㗎。好啦，轉彎入直路啦，威武年代有少少嘅優勢啊，紫荊歡呼就開始拍上嚟追佢啦，再見到中檔位置準輝王上啦，出邊仲有龍城強將啦，外邊咧仲有肥仔精神農民邊影嗰啲馬，最後200零米啦，威武年代仲係佔先嘅，紫荊歡呼起勢咁追緊佢啦，外邊肥仔精神都上咗少少啊，出邊位置整隻風神上緊嚟啊，最後100零米啦，威武年代鬥緊紫荊歡呼，外邊殺上嚟有風神啊，入邊嘉應巨星風神贏出呢場賽事，跑第2名嘅馬咧，威武年代埋邊嘉應巨星啊追咗上嚟。年代有少少嘅優勢啊，紫荊歡呼就開始拍上嚟追佢啦，再見到中檔位置準輝王上啦，出邊仲有龍城強將啦，外邊咧仲有肥仔精神農民邊影嗰啲馬，最後200零米啦，威武年代仲係佔先嘅，紫荊歡呼起勢咁追緊佢啦，外邊肥仔精神亦都上咗少少啊，出邊位置整隻風神上緊嚟啊，最後100零米啦，威武年代鬥緊紫荊歡呼，外邊殺上嚟有風神啊，入邊嘉應巨星風神贏出呢場賽事，跑第2名嘅馬咧，威武年代埋邊嘉應巨星啊追咗上嚟，中間係紫荊歡呼啊，結果今場呢隻風神嚟一個大變身，縱使大外檔追，咁啊直路上面一路內閃都一樣橫掃對手啊，威武年代第2機會高㗎，埋邊嘉應巨星第4名係紫荊歡呼。都唔知邊度撲上嚟嘅呢隻風神啊，132倍楊明亮起巴爆個大冷門啊！跑第2名都影得啦，咁威武年代似乎同隻入邊嘉應巨星轉翻上嚟喎，紫荊歡呼啊中間第4。一路見到佢外面冚上嚟，哇唔係啩？咁啊點知真係冚贏晒啦！威武年代有少少優勢啊，紫荊歡呼就開始拍上嚟追佢啦，再見到中檔位置準輝王上啦，出邊仲有龍城強將啦，外邊咧仲有肥仔精神農民邊影嗰啲馬，最後200零米啦，威武年代仲係佔先嘅，紫荊歡呼起勢咁追緊佢啦，外面肥仔精神出邊位置整隻風神上緊嚟啊，最後100零米啦，威武年代鬥緊紫荊歡呼，外邊殺上嚟有風神啊，入邊嘉應巨星風神贏出呢場賽事，跑第2名。真係第2名啊！我擺前面走啦，跑得好快喎，都唔知咩啊！咁啊第2，跟住嘅派彩啦，跑第1名嘅，我哋14度獨步1300，咁位置250蚊。跑第2名嘅威武年代13號，3號嘉應巨星位置22個，我哋嘅紫荊歡呼。而位94係2584蚊。喺14號5號送最係12420個3啦，3平跑到90蚊，3平彩14號2號3號送最低10萬662蚊，單天係11122蚊，位置1五搭14係1558個，3搭14係1601蚊，3搭5係76個半。股票都係咁跑，出到真係幾時？生啦直情，跑到你都唔知自己贏咗掛你啫嘛。其實通常就係試閘咧，早前試閘唔係好差啊，但係佢縮嚟跑過兩場，跟住嚟跑縮咗幾場就冇嘢睇，今日有啲飛啊！係啊，跟住嚟跑啊！我喺裏邊點啊？走得幾時？但係我睇前面嗰幾隻啊，幾隻精神啊！反而準輝王其實都係過呢個，全部都呢個攝埋嚟，跟住2、3、4、5名，經期啦，
高興。其實嗰個年代叻咗啲，呢個我對前面都住啦。睇到佢呢個 fit 到上一次嘅。我覺得咧，4年華語嘅派賽咧，163號、54號、89支同84。4場賽14號、5號、3號、1號順序派31萬9138蚊。他們最尾嗰個傳到好勁。因為好似後咗錯咯，即係拍到400個上方發子嘅，最啱嘅3。所以咪話都冇咗咧。fit 到上一次我哋會攞一啲處理得好好。Ladies and gentlemen, Mr. Michael Bond, Chairman of the Boxing Development Society of Taiwan, has presented the Boxing Cup to Cosmo Sumter, owners of Winning Horse The Auspicious. In addition, the trainer and jockey of the Winning Horse features the manager. 最近嘅前口第9，我都唔係好容易睇得到嘅，即係。都睇到佢知今日嘅走勢嘛，都係有一次半次見到幾腳高啊，都冇咗從來都冇超過一個一個總有呢種情況咧，真係。佢話一場騎師隻隻都係有機會嘅嘛，當有機會嘅嘛。你見佢處理多數。依家我追。即刻咧，佢處理到形勢之間10號、10多、10一出場，啱佢拉，索性係後頭，反而係攻後一鬆咗啦，自己歡呼緊嘅啦。中間上啦，冇年代，中間嘅配色咧，即其實一入後靠住咧，就落高個球㗎啦。佢唔係好自然係跑咗上嚟，但係咧出邊4、5隻咁樣一齊走上去嘅，龍城強將啊、孖生龍將都跑唔住嘅。咁仲有最輝煌啦，跟前嗰個翻到嚟又麻麻地嘅。可能隻自己歡呼要跟前咗啦，仲有啲都唔係話慢啊，13秒到3萬，人咧貼埋包佢嘅。而家就頂住點出嚟，其實都處於一段佢又係前嘅咧，最上嘅咯。你睇到嗰陣，時出時入嘅。呢頭咧比較和好，仲有一尾嘅呢度。邊三邊邊，有200嗰度已經知道啦。